云内的5户人，江高头就是大廊坊，地下就是阿盖或者波特根那边。这个视频还是上次从小后草民家出来这个拍的。再往前走的个就是康复路小学，小时候的家门口人几乎都在搿拉上过，除了我，因为我的户口在娃奶奶家长安口，跟他们比算幸运的。我离金石路小学到现在在，这栋房子小时候家里人带我来过的，一直以为是女制品厂的工会，后来听小后讲才晓得是殡仪市场的。这种梧桐树的老树皮，放学的路上都抠过的吧？曾经的小店，老板也不要跑哪个了。布满尘土的柜台，跟这边的空香烟盒子，好像在告诉我，只要你来看我就好了。我在不在卖东西，对于你这个顾客而言，已经不再重要了。小店边上的巷子里面还有一栋老宿舍楼，虽然不晓得现还有多少人在那里住，但也让我更加坚信了这个小柜台存在的必要性。大廊坊菜场到了，进来要还能买到菜就好了。曾经唧唧歪歪的繁华与喧嚣，就好像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昨天。此前此前，只有他一直在我旁边安静地陪着我，既不叫也不来回折冲，就好像认得我这个曾经熟悉现在又陌生的人。其实更早的大廊坊菜场在9路车站跟1路车站总站之间一条窄窄路上面，从我记事就那个晚开启的安庆中央人杨子开的面条摊也在了那晚，尽管在多年后的今天也神奇般的消失了。上个视频评论区朋友讲的东方农村的根生面馆跟红光的杨子面馆我都看过了，很可惜并不是他的。不过根生面馆早晚有个耙子，不是拍面条，而是拍老板娘。9路车都来了，一句带一个差点脱口而出，好想再回到32年前跟家门口这个小伙伴坐着他到湛山公园去玩去。這心漂泊每朝每夜，多麼想找到願意相隨同伴，使這心莫再漂泊。願那一天你來臨時，輕輕給我你的接受，給我知道眼眸裏的人承諾的一切永沒改變。多少期望，多少夢，皆因心裏多孤寂。即使